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加载风台影响也无介重。总是讲剪报就爱剪较亮咧，地方风台嘛爱料得上宽。咱台湾原来有一寡俗语咧，甲咱教讲，一长腿就爱留三尺后。事实讲啊，这支腿啊一长，你伫咧夹，当然是爱夹伫咧七尺的所在。后壁三尺你都袂当夹，这是物理，这是力学的原则。你若夹伤后壁，要拍要喊，哪喊会行？啊，毋过台湾人咬就是咬伫咧讲，将这个物理的原则应用来描写讲世间的道理。一长腿就留三尺后，咱毋通靠势，有当条靠势互势误。咱甘愿讲剪报剪较亮咧，甘愿讲风台袂来，惊讲风台甲玻璃写破，黏布摕来黏，惊讲风台有可能水会淹入来。沙包摕来当，你莫靠势讲淹过则都毋捌淹过，有当着啊，若甲反悔都袂赴。总是若讲到风台，我就想到讲，较早细汉的时阵，阮老爸别人拢走入来，伊就爱走出去，因为阮老爸咧收派梯啊。风台一个细路尔，牵放落来，阿可里嘛好价，这阿可里会卖呢，啊，佫有牵放轻，迄梯啊嘛好价啊。啊，所以阮老爸吼拢透暝安尼出去捡。啊，较早风台佫搞熄电哩，阮老母带我甲阮小弟就安尼猫猫看，有当着啊，甲天要光，老爸才入门。总是拼到即当阵，阮老爸食老啊，啊，着爱牙乖啊。讲到这，我嘛要解劝咱这爸啊姆啊，你就是毋通靠势，你就是讲现主时身体个养养，着爱身体顾好。啊，毋通讲风台袂淹落来啦，较只都毋捌淹啦。毋通讲哦，手骨咧夹咧酸啊，脚骨咧夹咧酸啊，讲毋免啦，我家己的身体我会知啦。目睭安尼目睭细倒啊，讲毋免检查啦，因为顺风毋通使尽旁。咱着爱趁身体啊，佫勇行啊，佫会堪的时阵，咱着爱较智觉较准则的，好天就祝福来娘。会当讲食一寡营养品，也是讲会当运动，甲身体顾好。你总是万贯的家财，不比健康的身体。你若顾好养囝，囝孙啊就安心，毋通问讲这钱要放互囝孙啊，毋免啦。你身体若养，咱台语的好节目，你看好招运，我相信做你的囝儿孙会安尼真欢喜。啊，咱看到讲真侪农民安尼种作的人，心肝头咧烦恼，国情就用一条念歌的四句联来祈祷，祈祷讲有风无台，有雨无灾。望讲吼。今仔日看节目，听歌若有做田人，转去互你好受冻。啊，若有坐船出外港，包你顺风一片旁。